成績公布項目12，女子青少年 G 組50米自由泳，第1名林心琪，時間30秒50；第2名胡百琪，時間30秒83；第3名韓卓穎，時間32秒22。女子青少年 H 組50米自由泳，第1名陳雅妍，時間29秒63；第2名吳端儀，時間31秒01；第3名黃允喬，時間33秒17。女子青少年 I 組50米自由泳，第1名何德義，時間32秒66；第2名蕭晴，時間33秒58；第3名蔡文希，時間34秒78。女子